哇，你太得了，阿绵好甜蜜哦！慢奶来去了，佢真係一檔幸福嘅事情，錯冇啊？佢個韓國啊，也阿綿有規劃太得中意嘅旅行旅行，本太得知道當 surprise 嘅感覺，離盤真係動衝又錯冇啊！兩三年後出去了就會愛歡歡喜喜，兩陣係動衝又嘅事情咯。接下來就講下嚟學習詞彙老短句了。第一呢，我教大家就係行程、路程、規劃每天的行程，規劃當日嘅路程，規劃當日嘅路程。韓國啲旅行安排嘅時間。飯店嘅先車動重要哦，飯店嘅客家話用辦講呢？飯店，車站附近的飯店，茶頭秋群嘅飯店，南西園愛用辦講呢？茶頭秋群嘅飯店，當然啦，去旅行嘅安排方式都冇共樣哦。比方講，要買車票嘅客家話用辦講呢？查單。我也先上台鐵網站買火車票，我們先上台鐵網站打單，三個來我教大家就係車班、查表，韓國出去了嘅時節。聽錯會注意的就係天氣，天時，這幾天是好天氣，也今日係好天時。